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来关心，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今仔日出面接受访问，伊讲有媒体报道，伊伫咧北农这段时间摕公家的钱，带夫人李嘉芬去日本佚佗。韩国瑜有上新的回应，咱做伙来听看卖。市长吴子嘉被周刊拍到说他乔装密会郭台铭的铁粉，因为他之前爆料您的一些事情，会不会觉得中间有什么样的关联？我不了解，这个我不好去揣测。 但是我也听说被爆料了，但是我想后续应该他自己本人会提出说明吧，因为我不太了解来龙去脉，好不好？好。那现在郭董的民调啊已经逼和你了，您怎么看呢？就是你再说。郭董的民调，民调有高有低，我讲过好多次了，我们都予以尊重，不同的时间点、不同的事件，还有不同的状态之下，他民调都会有高有低。所有的民调，我个人立场都是尊重。哎，来。市长，那今天市长公文，他说就是有些首长对于政绩短期之内无法见效的，就兴趣缺，只想当会放烟火的市长，您怎么看？我不会当一个放烟火市长，因为我们高雄市的财政非常的困难，所有这种花花草草啊、烟火式的都不是我重视的。我希望那个钱真的扎扎实实花到刀口上。哎，市长有市议员爆料说，当时北农的被系最挪用公款，就是带着妻子出游，有这样的状况吗？怎么会这样子嘞？我们讲，我们家去了5个人，3个孩子我自己掏腰包。这个在3、4年以前，这个事情已经吵过好多次了。台北地检署也调查过了，让每一个董事可以带一个名额的眷属。我总经理比照董事，3个我要占公家便宜的话，3个孩子我为什么要自己掏腰包？第二，董事会北农是一个45%官股，55%民股。 董事会也都通过了，股东大会也都通过这些，怎么这个时候再爆料这个呢？炒冷饭没有意思了。嘿，好。像现在你的首长很多要选立委，吃火锅是因为你们喜欢吃火锅，所以特地招待沈玉琳去吃嘛？就10号那天晚上。对，我很喜欢吃火锅，尤其是很多外宾来哈，像有一些美国人来呀，其他国家人来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过火锅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用台式火锅来接待外宾朋友的话，会让人家觉得很惊喜。 那我个人也很喜欢吃火锅。现在里面小内阁很多要选立委，那我们会调整。目前没有很多，目前据我所知没有很多，好不好？可能会选15号云林的活动，会有一些人事动荡吗？高雄会变？对，没有，我们会去做，云林。会影响15号的这个既定行程，就是在云林。我们要看高雄的灾情。如果说我们这几天看这个雨的情况，反正市政府这边能动的，只要能够防汛的。 我们所有的动作都会加大力度去做，好不好？好。